弟兄姐妹平安。星期三的信息题目：夸主耶稣的得胜。圣经哥林多后书2章14节，Sakatusano Korinto sakatusa atjefang sepatku safau a dosir urasaka u kakansya enku kawas nauhani mara rih jingra a mikril i tamianan u ma palitai ni Kristo a papi kaput i ji Kristoan a papi luwih pakai ni enu kawas i tamianan ku sapa lusiang i juwa tu sakafana nu tam lam sao tu fangsis ni Kristo。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他又使用我们到处散播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常常在基督里夸胜，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不是夸自己，乃是夸耶稣基督的得胜。我国中的时候被选为班上的排球队选手，虽然我实在不喜欢，因为每天练球弄得手指头很痛，但是又非去不可。比赛的时候，同学们在旁边喊加油加油加油，最后我们打赢时，赢球的荣誉是属于全班的，全班同学都分享我们的得胜，但他们只是在那里喊加油加油加油，结果得胜他们也有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做什么，单单分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全备救恩，他赐给我们得胜的恩典，我们只是在旁边夸胜主耶稣。我夸你宝血得胜，主耶稣，我夸你十字架得胜，耶稣你永远得胜，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我们若在基督里夸胜，主耶稣就让我们分享他的得胜，使我们可以在各处显扬那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如果有人惹你生气，你已经快憋不住准备要骂他，既然你很想骂出来，才能发泄你的情绪，不妨试试看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你要赞美耶和华，这样说比你骂其他的话好太多了。我有一个过去的经验，我的一个家人常常会故意惹我生气，当我很想骂他的时候，我就很大声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吓了一跳，就不再跟我捣蛋。保罗常常夸耶稣基督的得胜，借此胜过死亡，胜过肉体情欲，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逼迫。保罗可以常常为主劳苦，向主至死忠心，是因为他晓得借着感谢来夸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得胜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国度永不败坏，他的权柄直到万代。他在我们里面的得胜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只要回到里面，与得胜的主耶稣连结，
经常召回游荡的心思，专注在主耶稣身上，等候神，仰望神，就能分享主耶稣的得胜生命。他得胜的全能会因着我们与主耶稣连结而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与主的得胜有份。我们常常默想圣经上的话，默想得胜的耶稣基督，思想他献上自己为你我赢得全备的救恩，就越发感谢神，要像玛利亚一样打破玉瓶，将所有的香膏，所有的感谢，所有的爱都浇奠在主耶稣的身上。常常感谢神的人，他的房子会充满膏油的香气。有个弟兄在美国纽约机场等飞机，要去芝加哥开会，他注意到告示牌上的广告的灯号是班机迟到，所以他需要耐心等候。过了2个半小时以后，灯号忽然显示班机停飞，他很无奈，因为没有办法赶上这个重要的会议。这位弟兄他心里想，我已经旅行了11天，实在很疲倦很累了，还是回洛杉矶的家休息吧。第2天早上，他听到电视新闻广播消息，美国航空公司第191班机在起飞后不久坠机，飞机上274人，5亿人生还，全部罹难。他打开那张没有使用过的机票，正是出事当天的191号班机。他一时说不出话来，真知道是神出人意外的保守他。他对神充满了无尽的感谢。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因为你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主耶稣凯旋的行列。你又使用我们到处散播那因认识你主耶稣而有的香气。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后书2章14节，Sakatusan Korinto Sakatusan Ajafang Sepatku Safau Dosir Urasaka Kakansya Enku Kawas Nauhani Mara Rih Jingra Mikril Tamianan Ma Palitai ni Kristo papi kaput si Kristoan papi luwih. Pakainya enu kawas tamianan ku sapa lusiang jua tu sakafana no tam sam sao tu fangsis
ni Kristo。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他又使用我们到处散播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